好来，继续来看花莲市有一个女驾驶甲厝内的人开车到洗衫店去提衫，常常突然间有一个顶半身赤膊体的生分男子要开伊的车门，这个手搁摕一双箸，嘴一直喊讲救啊救啊！事后这个女驾驶外要惊死，赶紧甲车门锁起来。警方已经确认这个男子的身份，而且伊到案说明。我不要。 很可怕哎！老祖真惊讲，今夜手机翕影片自保，因为这个痛北体佮赤字的查甫人想要开伊的车门。他在干嘛？我不要！查甫人阿腰手头佮举一双箸，种种的行为，让这个查某囡仔看到会惊。他就对准我的车，他就直接往我车，就是直接往驾驶座，直接往驾驶座这边跑过来。 然后我下意识就觉得他怪怪的，所以我就直接先锁门了。对，然后他就一直开我那个驾驶座的门。代志都发生在昨下晡点外，花莲市区的福建街。当时老祖陪前人到洗衫店提衫，这个男子唔知对倒来，先冲入去洗衫店，唰啦个来到老祖的车边，想要将全部车门拢拍开。每朝老祖的前人看到，紧冲就车锁门。 对方阁冲来到副驾驶座，想要将车门拍开，阁一直喊救人。男子发现家己拍袂开车门，规气就伫附近洗铃铛，第二抓阁世界一点，一直咧窜大开。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你如果真的是需要人家寻求帮助的话，来来往往都很多人，那怎么没有去找其他人？就唯独就是你要开我车门。想起到事发的当时，也是心惊惊。女主讲，家在车顶无载囡仔，若无效果真歹势想，也毋过暂时未甲这个男主告。 目前警方已经确认男子的身份，将会主动约谈伊到案，了解动机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